課程內容仲會針對國際證書嘅考核要求，完成課程考試合格就可以同時銜接申請多個國家嘅證書添，例如英國嘅 ITAC、ISO 9001、韓國 GPF 證書，對提升你嘅競爭力同認受性有好大幫助㗎，同你自己喺屋企睇片自學肯定有好大分別啦。我哋仲會送你一套專業嘅美甲工具返去練習同開業。唔會要你上堂不停咁買嘢，美甲行業歷久不衰，絕對有好好嘅發展機會。課程內容仲會針對國際證書嘅考核要求，完成課程考試合格就可以同時銜接申請多個國家嘅證書添，例如英國嘅 ITAC、ISO 9001、韓國 GPF 證書，對提升你嘅競爭力同認受性有好大幫助㗎，同你自己喺屋企睇片自學肯定有好大分別啦。我哋仲會送你一套專業嘅美甲工具返去練習同開業。唔會要你上堂不停咁買嘢，美甲行業歷久不衰，絕對有好好嘅發展機會。